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我哋開始去查考呢一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咧係路加醫生咧，佢寫耶穌生平喺四福音書裏邊寫得最詳盡嘅一卷書卷。因為路加係一個醫生，所以佢每一個細節咧都經過詳細嘅考證，亦都提供咗好多其他福音書裏邊咧冇嘅一啲耶穌生平嘅資料。咁我哋就開始路加福音嘅第一章。第一章1到2節，提亞非羅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的都是確實的。喺新漢語譯本裏邊，同樣嘅經文呢，佢有以下嘅翻譯：尊貴嘅提亞非羅，既然有很多人開始把我們中間成就了的事整理成書，我想自己也不妨把這些事有條理咁樣寫俾你，好讓你知道所聽到嘅都係確實嘅。呢一啲事係嗰一啲傳講真道嘅人傳給我哋嘅，佢哋從起初就目睹事情嘅經過。我亦都從頭仔細咁樣查考過呢一切。呢度嘅道同約翰福音1章1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呢一個道係同一個字，說明咗耶穌嘅人性係以神性為本嘅人性，而唔係以人性為本嘅神性。照傳道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哋嘅，就係嗰啲耶穌在世間親自見過佢、服侍過佢嘅人。佢哋對耶穌有第一身嘅經驗，親眼看見原來嘅文字係一個醫學嘅名詞，就係驗屍。呢一個係一種個人嘅第一手嘅調查同埋觀察，所以必須要親自去。此外，傳給我哋嘅呢一個傳，亦都係一個醫學嘅名詞，直譯就係副手。按我哋嘅講法，就係實習醫生。因此，我哋可以咁樣理解，路加係以醫生嘅專業態度，使用當事人嘅第一手資料，嚴謹咁樣處理見證人對耶穌嘅所有證詞，寫出呢一卷書卷。提亞非羅呢一個名字嘅意思係敬畏神嘅人。喺呢一本書同埋使徒行傳1章1節提到佢嘅名，由路加稱呼佢係大人，有可能佢係羅馬帝國嘅高官。按當時嘅行文習慣，作者顯然係希望被提名嘅人能夠將呢一部經過詳細考證寫成準確記錄，廣為咁樣發布。因為福音嘅對象唔止係猶太人，亦都係普世人嘅福音。耶穌係照亮外邦人嘅光。呢一個係路加福音2章32節嘅記載，係普世人嘅救主。第5節，當猶太王希律嘅時候，亞比亞班裏有一個祭司叫做撒迦利亞，佢妻子係亞倫嘅後人，叫做伊利沙伯。呢一個希律就係我哋通常所稱嘅大希律，佢係以東人。以東人唔係雅各嘅後裔，佢係以掃嘅後裔。
創世記27章41節咁樣講：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佢哋兩個係兄弟。希律王嘅頭銜係羅馬元老院授予嘅，係羅馬嘅封臣，禮貌上被稱為王，並冇實權嘅。當時猶太境內到處都係外邦人，希律就為佢哋建造咗好多華麗嘅廟宇。更甚嘅係佢引入咗一啲正係附涉緊羅馬帝國嘅競技場活動。亞比亞班，舊約祭司總共有24班，亞比亞班係第8班。大家可以參考歷代志上24章4到16節。而呢一個亞比亞班，每一班呢係公職7日。佢妻子係亞倫嘅後人，伊利沙伯係祭司嘅女，因為亞倫嘅後代係祭司，所以亞倫同埋祭司係同義詞。第6節，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嘅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責的。在神面前都係義人，唔係話佢哋喺神嘅面前無罪，而係虔誠咁樣去侍奉神，過住全然奉獻、誠實咁樣奉獻俾神嘅生活。第7節，只係沒有孩子，因為以利沙伯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猶太人認為冇仔傳宗接代係人生一個好大嘅遺憾，婦女唔夠生育，唔能夠生育係羞恥嘅事。第8節，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嘅職分。第9節，照祭司嘅規矩掣籤，得進主殿燒香。燒香嘅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喺聖殿裏邊，至聖所同埋聖所之間呢，有一個金香壇。祭司嘅任務之一就係確保香壇上面嘅香要日夜焚燒，而且喺祭早祭嘅時候，獻晚祭後換上新香。大家如果對呢一啲制度有興趣嘅話呢，係可以參考下出埃及記30章6到8節，撒母耳記上嘅2章28節等等。而同一班次有好多嘅祭司，而且唔係每一個人呢都可以入去執行任務嘅。佢哋要用掣籤，即係抽籤去決定，中籤嘅人呢先至能夠入去嘅喎。按當時共有1萬多名祭司，中籤入殿燒香嘅機會，一生人呢頂多得一次。所以我哋可以知道，撒迦利亞呢一次係一個獨特而且光榮嘅任務。第11節，有主嘅使者企喺香壇嘅右邊向佢顯現。香壇喺至聖所嘅裏邊，一般人呢係唔能夠入去嘅。第12節，撒迦利亞睇到就驚慌害怕，天使對佢講：撒迦利亞，唔好驚，因為你嘅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嘅妻子伊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孩子，你要給他起名約翰。祈禱原來嘅文字其實就係向神做一個特別嘅懇求，唔係一般嘅禱告。撒迦利亞有可能喺燒香嘅時候獻上咗佢求子嘅禱告。嗱，呢一個只係假設，但係如果呢一個假設唔成立嘅話，咁天使點解會有後來嘅一啲講法，就係話佢嘅祈禱已經被聽見，
而且要賜佢一個兒子呢？14節，你必歡喜快樂，有好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樂。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他必有以利亞嘅心志能力，行在主嘅面前，叫為父嘅心轉向兒女，叫悖逆嘅人轉從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嘅百姓。天使講嘅呢一番說話呢，係用詩歌體寫成嘅。天使首先係講到因為孩子嘅誕生，撒迦利亞同埋好多人都要喜樂，然後就講到呢一個孩子佢要完成嘅天命。呢個孩子喺主嘅面前將要為大，所以有好多人都要喜樂。就好似參孫嘅媽媽一樣，喺士師記13章2到4節講到嗰個時候，有一個瑣拉人係屬但族嘅，佢叫做瑪挪亞，佢妻子不懷孕不生育。耶和華嘅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佢講：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喝。撒迦利亞嘅孩子亦都必須禁絕呢一啲濃酒淡酒。有人因此就推論話佢應該就係終身成為拿細耳人，就好似參孫一樣。但係呢一度並冇好明確咁樣講，所以呢一個睇法呢係唔可以成立嘅。約翰喺聖經裏邊佔有一個非常獨特嘅位置，從母腹裏邊就被聖靈充滿。呢個強調咗一個事實，神一開始就揀選咗約翰，而且裝備佢。呢一個孩子要使好多嘅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佢哋嘅神。顯然佢哋已經遠離咗神啦。佢嘅職事同埋以利亞嘅職事係相似嘅。喺馬可福音9章12到13節，耶穌講道：以利亞固然先來復興萬事，經常不是指着人子說他要受好多嘅苦，被人輕慢嗎？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他們也任意待他，正如經上所指着他的話。舊約聖經其實早有預言，喺馬拉基書3章1節，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嘅使者喺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哋所尋求嘅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嘅使者就係你哋所仰望嘅，快要到嚟。馬拉基書4章5到6節，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嘅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哋嗰度，他必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兒女嘅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呢個同時亦都說明咗約翰嘅偉大同埋佢嘅從屬地位。預言嘅應驗同以利亞比較，都強調呢一個人嘅偉大。但係另一方面，佢不過係一個先鋒，係為主嘅來臨做預備嘅。叫父嘅心轉向女兒，兒女叫悖逆嘅人轉向義人嘅智慧。呢一句話原出於馬拉基書，由於下半句係由兒女嘅心轉向父親，馬拉基書4章6節更改，所以依照平衡法，呢一句係指義嘅父親關心悖逆嘅兒女，悖逆嘅兒女轉從義嘅父親嘅智慧。意思就係當代
嘅人呢，佢哋唔敬畏神，悖逆嘅百姓歸回正途，就係兒女轉向佢哋嘅父親，同以色列敬虔嘅列祖一樣。如果將為父嘅心解作猶太人祖先嘅硬心，而將兒女解作好似小朋友謙卑柔順，咁呢一句説話呢，應該係叫剛硬嘅心轉為柔軟，叫悖逆不義嘅人呢轉從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嘅百姓。合用嘅百姓係指嗰啲轉從義人智慧嘅人，亦都就係回轉歸向主，願意被佢差遣使用嘅人。講咗咁多，其實講緊約翰就係為主佢嘅降臨、佢嘅宣講、佢嘅福音傳播作一個前鋒嘅鋪墊作用。第18節，撒迦利亞對天使說：我憑着什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如果撒迦利亞佢喺燒香嘅時候獻上求子嘅禱告，天使又話俾佢聽禱告已經蒙應允，咁點解佢仲要求印證呢？第19節，天使回答說：我係企喺神面前嘅加百列，奉差而嚟對你說話，將這好信息報給你。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嘅日子。加百列呢係負責為神傳信息嘅天使長。對唔住。第21節，百姓等候撒迦利亞，託意佢好久在殿裏，及至他出來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裏見了異象，因為他直向他們打手勢，竟成了啞巴。他供職嘅日子已滿，就回家去了。這些日子以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懷了孕，就隱藏了5個月，說：主在眷顧我嘅日子，這樣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除掉。嗱，我哋講到呢一度咧，可以作一個小結。撒迦利亞佢好有可能喺燒香嘅時候獻上求子嘅祈禱，哪怕咁樣唔係，呢個亦都係佢一直咧向主祈禱嘅內容之一。天使既然答應佢嘅禱告蒙應允，但係佢竟然求印證，於是乎天使就令佢成為啞巴。成為啞巴第一時間引起嘅一個影響呢，就係眾人會覺得佢得罪咗神，因為當時佢係喺至聖所裏邊供職嘅。呢一件事亦都成為佢嘅恥辱，因為佢似乎喺眾人嘅印象裏邊呢冒犯咗神，所以神懲罰佢。但係無論佢點樣講，佢都要面對一個事實，就係佢一路都俾人指指點點，直到佢向神禱告嘅內容喺現實裏邊應驗，就係伊麗莎白佢懷孕，而且咧經過好幾個月安胎，呢個懷孕已經係可以講成功，等待孩子嘅出生。孩子嘅出生自然就應驗咗佢對眾人喺聖殿裏邊發生嘅事嘅描述。咁即係話神的而且確係應允咗佢嘅祈禱。但係我哋喺呢整個故事嘅裏邊，其實我哋都應該檢討自己，因為我哋經常咧都係向神祈求一啲事，但係我哋又唔信呢一個係神嘅祝福，
或者佢嘅回應。我哋只係覺得我哋求就照求，做就照做，得咗就應該係自己嘅努力，而唔係神嘅祝福。所以撒迦利亞佢貴為神嘅祭司，佢亦都升任咗一次光榮嘅任務，入至聖所嘅金壇去燒香。而呢一個時候，天使向佢哋顯現，向佢顯現，然後話俾佢聽，佢嘅禱告已經蒙應允。嗱，呢個係何等榮耀嘅事！但係喺撒迦利亞嘅眼中，呢一個好可能只係一個巧合，或者係一個幻象。對我哋嚟講呢，我哋可能連撒迦利亞都不如，因為我哋所求嘅事，其實心裏邊係咪都係永遠諗緊人定勝天呢？我哋下一次再分享。